经过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任内核定高达5.6亿的育者冷链物流中心，以及现任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自出席动土开工以后，已经让台南育者农产加工加冷链物流中心成为全国第一座由地方政府规划兴建的成功案例。但经过公告招商，由草线物产国际取得营运权。日前伫市长黄伟哲见证，由罗局长李建宇加该公司董事长黄正瑞代表正式签约，期待借着政府甲民间协力，提升公共建设的服务品质甲经营效率。我们品质比较好，为什么？好，我们的这个销售期比较短，好，那这个水果的外贸，好，看起来很多消费者都外贸协会，他看第一眼看了你这不好，他就不买，不买就滞销就会到时候下一季的订单就没有了。因此非常谢谢我们农粮署中央拨了将近6.5亿的经费，配合我们台南市，我们来赶快新建这个冷链物产中心，也感谢超鲜的团队结合了最强的在地的一个这个物流业者以及这个冷冻业者做好这个我们物流中心。那将来我们希望说，现在的工程进度已经60%了那将来我们希望最晚明年的春天的时候1月份的可以做。正式签约以后，希望未来经过农产加工加冷链物流中心以后的成果，一档的处理量会当一步一步提升到8500吨，提升台南农产的国际竞争力。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